请上帝安静咱的心，互咱耳孔会开，心会开，来听见伊对咱讲的话。你可以这样祷告，你可以这样祷告，将自己摆上，求神的圣神来引导带领我们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全心全意来敬拜他。灵愿他保守，耳朵求他来帮我们打开，求他也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见他的呼唤。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无论是忧伤、痛苦的心，还是要花的灯火、受伤的心灵，你拢无要来看轻。你爱阮诚实心灵，诚实来敬拜你，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无论阮是啥款，你拢知，你拢知影。阮实在毋免惊，因为你甲阮同在，你甲阮三甲伫地一个所在。求主你圣神引带帮助阮，互阮专心专意来敬拜。听你的声，心愿意拍开，互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做工。求主你来怜悯，求主你来光照阮的性命，互阮的性命是你所欢喜的。愿行大行做，拢是你所欢喜的。主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愿意安尼摆咧阮家己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感纳，求你欢喜阮的所献。感谢主耶稣，听阮的祈祷，圣神听阮的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实在毋免惊，主甲咱伫地，耶稣知影你是怎样，毋免惊，主的怜悯会甲咱伫地，意思的勇气也要帮助咱来勇敢面对。
对咱的信息是够万单，咱就来回应伊的疼，咱来回应伊的疼。天顶的爸，天顶的爸，当你唱到我愿意的时阵，你也大声宣告讲：天爸，我愿意。阮真正感谢你，无放阮做孤儿一个。阮真正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回应你的疼。愿你找我，阮愿意回应你的疼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互你欢喜。求主你帮赞阮，求主你帮赞阮。感到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乐，阮愿意全心全意全力来听主上帝你，阮也愿意全部来靠主你。
求你帮助阮，求你帮助阮，开阮的耳孔，开阮的心目，来听见，来看见你奇妙的律法，叫阮安怎来行踏，互你的名得到荣光。主，你的话帮助阮，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照光阮的路径。求圣神帮助阮，也会晓谨慎来遵守你的诫命。主，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请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，启应文第10篇，诗篇27篇。我来启兄弟来引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我要着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我要着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你拢会法度失败。虽然大军占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惊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永远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教我藏伫布棚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的厝内，伊会教我囥伫石盘顶。我要对伊的布棚欢喜献祭。我要向我阿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求你聆听我，应答我。你对我讲。就来调整我。上主啊，我来调见你。求你毋通暗面唔插我。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扶助我，放杀我。我的父母若去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因为你要长等，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因为伊用伤害我深信一项事。要我第日，我会享受上主的福利。着信靠上主。着信靠上主。下面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乐上帝，因要唱的诗歌是学乐的歌。
愿一切荣耀归予天顶的上帝。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箴言4章20节到27节，各一位是15章13节到17节。箴言第4章20节，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强读。我的囝着注意听我的话，暗耳孔听我所讲的，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，就记牢伫你心内。因为找着伊的人，就得着活命，搁通身躯得着勇健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你的喙若拄起邪僻，你的喙唇着离开怀日，你的目睭着看直直，你的目睭着看头前，着修平你的脚的路，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，毋通偏左偏右，着互你的脚离开歹。第二位是15章13节到17节。快乐的心会互面笑笑，心若忧闷会损伤心神。聪明的人的心找财物，憨人的喙一味好有戆。困苦的人的日子拢有财下，心快乐的人宴食无长。好野嘛有挂虑，无值得送香来敬畏耶和华。食菜脩，大家三疼。赢过食肥的牛仔，大家3万分。这是请题目师来证道，伊要证道题目是人生道上的信仰甲智慧。大家平安，我戴口罩啊哈。我咧讲会较清楚啊，真欢喜去看到咱大家。今仔日会当来遮吼，我看应该是稳定，拄好安尼，迄旁拄安尼，拄插着一旁。我迄个7、8、9吼，拢答应灵仔教会，牧师休困。灵仔教会就是迄个牧师，就是咱后礼拜要来迄个郑凯家的小弟郑凯安。3个月拢伫遐，未当走。拄吼，即礼拜拄因教会咯，因拄有一个外来机构要来迄个所在报告请安。所以我才遐拄停一礼拜。拄甲我讲停一礼拜了后，拄吴牧师敲电话话讲：你7月16敢有时间？我讲哇，你甲遮拄好。感谢上帝恩典吼。我今仔日甲咱大家要来做一个真无共款的一个分享讲道的方式，要甲传统较无共款的，等下要甲恁三个来读迄个一寡物件。我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人生道上的信仰，道路上的信仰甲智慧啦。吼，即个即看即个题目来看，就是讲道路信仰甲智慧。我想若要讲道路、信仰、智慧，拍算伫箴言内底呢，上侪即款的提醒。我感觉咱的信仰呢，就是一条道路啦。路要讲路，我真爱用路来做比拼。咱的信仰啦，咱要讲路进前，咱爱想者路咯，有看会到的，甲有看袂到的，看会见的，甲看袂见的。其实毋是干那路哪定啦，其实真侪代志拢是共款，看会到的，看袂到。咱一般的话有一句话讲“眼见为凭”，就是讲用你目睭看做标准。总是即句话还佫有伊的有限。用你目睭看
当然是上界确实会当证实讲是安尼。总是要真一个事呢，是你目睭袂当看见的。路咱逐日拢咧行，咱要来教会，咱逐个开车，咱逐个行路，咱要去上班，咱要去读册，咱来坐车，也是讲行路，路会互咱通到迄个目的地。路嘛有几啊种方式，毋是干那唯一一条那定。嘛会当安尼细安对啊，总是到路尾嘛会当到迄个目的地。路有迄个即款的看会到的，我会记最近有流行一个歌，迄个有路，咱着沿路唱歌。有路，咱沿路唱歌，无路安怎样？无路，咱撩起过花。这足水呢！迄个话足水呢，这送来呢，这迄个啥民谣啊，谢明佑伊做的这个歌，伊这个歌最后这句话有路，咱沿路唱歌；无路，咱按盘山安尼撩起过岭。这句话吼。即句话，互迄个咱的总统蔡英文摕来，摕入来放伫伊的迄个演讲内底，其中的一句话，最后的一句话。其实咱的信仰嘛是安尼啦，有路咱沿路唱歌，安尼就安尼得意的时阵，也是讲欢喜的时阵，也是讲顺遂的时阵，咱安尼靠时唱歌真欢喜。若无路咧，无路咱逐个沿溪，有当时逐个。过岭、盘山、过岭，甚至你也甲伊开创出有路来。路是咱人生的一个会当，我感觉会当用来做形容的一个真好的一个物件。我嘛阁会记得一首歌呢，阮迄个时代的一首歌《Blowing in the Wind》。伊第一句就唱那个 How many roads a man walk down before he call him a man？ 就是讲你一个人爱行过偌济路，人才会讲甲你称作讲你是一个真正的人。我记得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公因拢有当时会电台甲阮囡仔讲，阮食过盐比你行过路较济，你捌听过无？迄阵拢不通呢，迄阵讲你真正行过路，你食过盐比我行过路较济。真正事实是有影。路是一个经验，咱咧行的经验。咱会对路内底的经验着足济。你伫路面咧行，你会看到路边安尼真济好的水的光景。有人咧行路较无少咧看四边，有人咧行路足详细看。一定欣赏四周围。伫路内底呢，嘛有真济路的中间有真济迄个路标，插伫迄个路边的路标。你得斟酌去甲看，迄个路标到底咧甲你报告啥物，咧甲你警告啥物，咧甲你提醒啥物。有当时你若讲有路定遐行过，安尼，你得爱真细致。我最近看到一块底片，安尼足趣味，安尼，两只鸭鹅啦鸭带伊的囝安尼，经过大路，两只大只要过的时阵，伫遐头安尼探咧，迄边的车来，拢全部拢挡伫遐，遐有一个迄个踩一个迄个记号，讲爱注意这鸭过路。这开车的人真正就一直停咧。迄两只爸爸妈妈大只带伊的囝安尼，聊安尼一步行过，互人感觉真温暖、真温馨的一个画面。路，咱咧行路，逐日咱拢咧行，总是迄个行路，毋是干那行路那点。咱若搁搁较抽象来，搁较对迄无形来看的时阵，路是啥物？其实咱的信仰就是一条路。
你若对圣经创世纪开始到落尾，信仰就是人生，就是一条路。人生生命就是一条路。我昨昏参加一个个别式，个别式是我阵伫学校的一个同事，伊少年的时阵足够走，伊拢代表学校去参加迄个老师的迄个教职员工的运动会，走总迄个1500公尺，还是走长跑的。伊少年的时阵呢，拢差不多拢有得奖牌。到伫后来，伊一个较歹习惯，就是爱食薰、爱啉酒，总是伊到伊退休了后，身体就怎啊聊聊拍歹，就拢怎啊无法度通搁再运动，身体就一直歹，一直歹，一直歹，一直歹。到落尾呢，伊的家庭甲伊送伫养老院。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呢，我有伫过来间教会内底有拄着伊啊。我昨昏去参加个别式，伫遐感觉真感慨。我捌因为伊是迄个籍伫新河，我捌伫新河教会拄着伊，嘛捌伫登山教会拄着伊，嘛捌伫左顶教会拄着伊。伊到落尾安尼，到落尾规个人拢身体拢怎啊歹落去，歹落去到落尾。就安尼结束伊的生命，走完伊的一生。我感觉这条路，这条的路，人生呢，看到这条的路，互咱会反省讲，到底咱人生的路要安怎样选择，要安怎样行？咱要亲像伊，还是咱要行出一条互主欢喜的道路？当然，伫这个道路中间。你无法度通拢完全顺利伊，你无法度通顺利家己讲我要行一条安尼平坦的路，无可能。人生中间你会中途你会拄着啥物呢？无人会知。坎坎坷坷你会跋倒，你会摔落水，你会安怎样？无人知。你会去拄着意外，等等拢无人知。所以咱想要安尼。咱想要这条路总是无拄一定安尼行。上帝有当时安尼带咱行一条歪错的路。我常常咧讲上帝的道路，咱咧讲上帝的道路是正直的道路，无毋对。总是我要搁对另外一个角度，互咱想，上帝的路无一定拢像是直路啊。咱人上较爱直路，直路就是上较省时间，上较容易达到目的。总是上帝的路，有时阵嘛，有时阵啊，常常拢毋是一条直路，是一条安尼歪的路。迄条歪的路要安怎说明呢？咱来看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耶稣用即个譬喻的故事真好啊！伊讲有一个受伤的人伫路边，即个法利赛人、经学士、祭司拢对遐过。安尼看咧，就搁过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甲照顾，佮甲伊送去客栈，然后佮交代讲若无够，我才佮摕来补。即个人即个撒玛利亚人，因为即个受伤的人伫遐，伊去帮衬伊，结果地cầu影响伊的时间甲行程，安尼是一条歪路。总是即条歪路呢。这是上帝所欢喜的道路，毋是安尼行直路过去。迄祭司可能想讲，我若去碰到即个受伤的人，我检采手就无清气，要去献祭，就袂合。也是讲经学随想讲，我伫电影内底，伫圣殿内底，安尼有真侪人要听我讲教道理，讲律法。我若去甲，我去甲帮衬，前时间我去就袂赴。也是讲咱要来礼拜。咱伫中拄着啥代志，我想，安尼我的时间袂赴礼拜，毋过咱有当时常常着爱记着，上帝有当时伫咱的人生的道路中间咧插一块牌甲咱动咧，互咱看。我感觉我人生的道路就是哪像安尼，伫咱即条圣经的道路的中间呢，
这条大条道路中间有真侪路牌，祭司五经律法，祭司的路牌，伫遐教咱敬拜上帝10条街。先知的到先知的时阵，咱看到先知插的路牌是啥？就是讲，你着行公义、心存敏、谦卑，甲上帝三角行。到伫智慧文学的时阵，咱看伫箴言的中间，伊甲咱插足一个路牌。迄个路牌呢，咧报咱看见，伫一个人际关系，也是讲伫一个家庭的中间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应该是安怎？兄弟中间应该是安怎样？夫妻中间应该是安怎样？爸母母囝中间应该是安怎样？人甲朋友应该得爱表现出什么款的事情？好的关系，等下咱来读到内底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知影，咱会当把遐话当做啥？当做就那像一个路标插伫遐咧，互咱看。咱大家读的圣经内底哦，有一句话我真爱，恁毋通合起了后就怎袂记一下？请恁个掀开迄个箴言应该是。等一下，15章的款，15章，咱最后读的迄节，我实在真爱啊，17节啊，15章17节。因最近我实在看太侪家庭吼，太侪家庭兄弟中间的啊，箴言15章17节啊。迄个来，咱做读一遍来。食菜色，大家三听；赢过食肥的牛仔，大家3碗。恁会体会到这个？咱的箴言内底有真侪类似即款的。我等下互恁读的，我甲遮搁再改做时事事故，读起来搁较有味。咱的箴言内底可惜就是无即个诗的味伫即个内底。啊，等下咱来读迄个意思就是安尼。啊，我要讲的即句呢，就是那像一个，那嘛那像一个插一个标志伫迄个所在。兄弟啊，为着财产，结果失和。哦，宁可食饼，宁可食菜色，兄弟姊妹安尼三好。较赢过食肥的牛仔，安尼规个规厝满屋拢是菜色佳肴，啊，然后兄弟适合，兄弟伫迄个所在3万度，无三少问，那像元首人。最近伫北部的一个，阮的朋友因的兄弟嘛是安尼，啊，伊安尼积聚足济，伊带一个上海的太太。2个人差20岁，伊的囝伊当读小学3年级，啊，这个人60岁，伊的太太到伊过身的时阵，伊的兄弟帮衬伊去整理迄个伊的一部分的财产，也是价金铺安尼，发觉到哦，伊原来还佫有遮济钱，这个人伊。细汉嘛是捌伫教会，啊，毋过伊安尼迄个财产的心足强，安尼伫兄弟中间争取一定爱安怎样，啊嘛得到真济的份额，总是到落尾，有当时咱会安尼做一个讨气，讲戆人啊，你积聚遮济金钱，我若调你的灵魂，你所积聚的要归伫什么人？真侪时阵会互咱有一款的感慨。箴言这话呢，我拢家当做那种路标插伫遐，互咱安尼人生的道路中间常常行，常常看。啊，这路标会互咱想讲，咱应该伫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。咱若伫咧行路中间，咱路标有真济，有形的，就是青红灯，啊，伫叫大家停咧，叫你大家让，
限速，也是我爱慢慢啊行，这个拢有形的。总是还佫有真侪无形的物件，亲像伫咱的圣经内底所提供互咱的，叫咱得爱安尼努力来遵照上帝的话来行。所以对路，我会甲延伸甲想象到伫咱的信仰的中间，即条信仰的道路，咱得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？我常常，我会记得我捌甲恁讲过，迄个。有看见甲无看见，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？我少年的时阵，咧看迄阵还未有今仔即个时代即个影音的设备，迄阵有一部迄个卡通影片，囡仔真爱看，叫做《历险小恐龙》。伫即个打出来的第一集内底，遐有一寡对话。咱知影伫个卡通影片内底对话。通常拢超出迄个囡仔所会当理解到的迄个范围，迄个话有真深，会当真浅，嘛是有时阵真深。即句话就是伫迄个情景内底讲出来，就是讲，即个家族的迄个恐龙，即个家族因为着迄个火山爆发，因要走，要逃走，要迁徙到伫另外一个山谷，然后。这爸母、阿公、阿嬷，这大恐龙就带这小恐龙咧行咧走。咧行的中间，迄细只小恐龙真古锥，伊就问伊爸爸，问伊妈妈讲：妈妈，咱要去对？妈妈就甲伊讲，我要带咱即个家族来到伫一个青翠的山谷。这小恐龙伊就佮问讲：妈妈，你敢捌去过迄个所在？妈妈讲：我毋捌去过。这小恐龙想咧，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你毋捌去过，你哪会知影通带阮行去到迄个所在？伊甲伊问即句真深的话哦。你都毋捌去过，你哪会当带阮行到迄个所在？伊妈妈嘛真有智慧啊，伊甲伊回答一句，到今仔日我还佫会记即个话。伊甲伊讲，我的囝。伫即个世间呢，有真侪项代志是会当用目睭看见，你就目睭看会到。总是伫即个世间，还佫有真侪是你用目睭看袂到。你对遮个目睭看袂到代志，要安怎样去理解？要安怎样去感触？伊讲，伫即个世间有真侪你的目睭看袂到的，对遮个。你得爱用心去感受。这话，我迄阵咧听的时阵，较袂感觉啦。讲你后来一直咧想的时阵，感觉真有理啊。咱真侪时阵呢，咱看袂到伫信仰内面，兄弟姊妹中间、教会中间，也是家庭中间，也是讲伫咱的真侪的关系内底，看袂到的代志，毋是无存在；听毋是无存在；关系毋是无存在。真侪时阵，你得用心去感受。你看到迄路标，你得用心去感受。你看到迄个讲，食菜车，说大家3听，赢过食肥的牛仔，大家3万分。无押韵哦，这无押韵真可惜。等下我互恁看迄个有押韵的诗句。所以这看袂到，咱得用心。咱的信仰就是安尼，咱的信仰常常就是大部分就是爱用心啦。咱有当时啊，伫教会内底有当时啊是会问题产生，就是讲咱干那凭眼见，凭目睭看，凭一句话，凭安尼咱看会到。总是咱无够用心去体会迄个情景，无论是体会规个情景的关系，还是讲徛伫别人的立场顶顶来想，也是讲退一步，咱安尼想搁较安尼详细，顶顶遮个用心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物件，咱才有当体会。耶稣真后用譬如去教示人，总是伫遐譬如中间，常常就是要互人用心来去体会。那我要拨咱来看这箴言内底小小的路标，
我甲伊当做我在称作讲是道路中间的小的路标，啊，我爱恁读，啊，这物件我会留伫教会，恁若需要，恁会当退转去，会当聊聊，拄着聊聊读，会当去看。来，迄个长恩，我甲头前遮个吼，我紧紧读过，啊后壁前面的话则互咱来读，啊要读就是亲像安尼来，即个毋免，即个你毋免读，即部分前言你毋免读，我读了，恁看，逐个民族有传统，世世代代伫传承，长话短说变箴言，生活智慧真表现。箴言智慧包含看，目的安尼做概括，互人晓悟有智慧，明白箴言的奥秘。智慧生活怎样过？诚实正直人对找，戇直变做有灵巧，假话能力人会晓。斟酌来听加知识，互人通达得利益。要讲实在有真侪重点来看讲啥话。敬畏上主做开端，聪明智慧代代传。这是箴言第一义，所有对家来展开。好来，请咱来读啊，迄个，这就是一个一个，就咱亲像路标共款。我甲箴言内底话重点甲伊摕出来，啊，互咱读看卖，毋知会读甲了未？我毋知影，所以咱看卖来，心着接受主诫命，惠寿平安满一生。主爱诚实无离开，目伫颔棍刻心悲，专心活过主上帝，毋通自夸过靠势。你的双手有力时，尽力赞人无提示。上主责备伊所听，亲像老爸管教囝。高举智慧为身悬，抱伫行情得花冠。啊来，这个就是咱当遮读到的话啦吼。保守内心胜一切，得到性命对心底。心内乖僻计算歹，四过使弄惹歹代。伫兄弟中做使弄，一来用使弄，莫用使事使弄。伫兄弟中做使弄，上主不容人放纵。父母教训记心底，目伫颔棍看详细。敬畏上主做根本，人捌成的是非分。手边端的拄送香，骨力的人好业上来。下天即自智慧囝，受挂爱困人善车。行路正直大安稳，趁弯桥路必平顺。万分毁坏本相和，仁爱惹堪正实错。来，这句话。这个话嘛真有意思啦吼！万分毁坏迄个本来的三好的一个气氛啊环境吼，仁爱惹堪正实错。来，教会人识觉察，约束喙齿心练达，叫贫惰人斗乌烟，哪起旁错目中烟。这句话可能要解释一下。哪起旁错目中烟，就是讲你要请一个贫惰的人来斗帮忙乌烟啊，我写乌烟吼。咱就说你要请一个贫惰的人来斗做工课吼，但咱就说哪起旁错，什么叫起旁错？起旁错，就咱就讲错伫起旁一点点啊啦，对啊。啊，目中烟的烟，目中烟一点也无去啊。就是讲无帮衬，你点啊久啊就无去啊，无帮衬。吼，迄是圣经内底的话，即个起旁错目中烟，可能咱第一遍听到吼。啊来，咱的字面内底吼，爱对妇女小可抱歉一下。较早男性的时代对妇女无啥尊重，咱的字面内底有一寡话吼，对女性呢，真正是安尼形容了无好安尼啦。亲像下面即句的其中之一来讲，妇人人水无明理，亲像金环挂地片。你捌读过无？哦，这女迄个女性读起来，姊妹读起来拢会调起来，你毋知影？哦，妇人人无啊，过来啊，
即句有几句啊袂歹啦，总是到尾嘛有好诶。来，在德妇人翁免流，无体妇人生毒瘤。出言不慎得伤心，智慧喙齿要助人。即句话吼，即咱毋得有啦，就讲话吼，你诶话有当时是比内倒搁较赖啊。你诶话，你倒伤人呢？人诶皮肤容易好，总是你诶话出喙伤人，比内倒搁较歹好。安尼意思听哦，话伤人有当时是一世人咧，哦倒伤人咧，我安尼糊咧，一礼拜就好啊，安尼吼。来，骄傲引起人三争，互相参详才为义。这咱拢会当用哦。来，送香的人厝边盐，好嘢的人朋友谈，这足现实啊吼。公义互邦国得兴，罪恶带见笑互民，温和应答煞受气，博说反转受激气。过来，快乐的心面笑容，忧闷互人心伤重。好嘢带着心看路，毋达送香敬畏主。来，下面这句就是啊啦吼，这句你甲读睇，我甲咱大家读个做比较。来，享受菜色心三痛。赢过食肉人三饼，安尼是毋是较好听？哦，佮有押韵，享受菜色心三痛，赢过食肉人三饼。好来，敬畏上主，趁假事，用光大声，存谦卑，存心计策在地人，决断主话超叮当。婉转的话若密房，互骨爽快，心清芳。占卜在人，好歹运，定着代志主稳准。来，这句嘛是，大家遐设宴满屋心三争，不如食饼人团圆。甲顶面迄句的意思是共款吼。无罗锻炼金甲银，自然人心变纯真。来，子孙正做父冠冕。父做儿女会永显，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哪孤晓？即句咱拢知影吼。朋友最报纸情，有一知己兄弟亲。兄弟三姊要和好，彼此赢者搁较恶。即句吼嘛真有名，真内底真有名。兄弟中间的三姊。要和好真正有困难，伊讲伊安尼形容，伊讲兄弟三姊要和好，比啥物较恶呢？彼此赢者，就是讲战争的中间，你要攻取一个赢，攻取一个宝，攻取一个地吼。就是讲兄弟三姊要和好，彼此赢者搁较恶吼。来，戆囝拖累是大人，差某哪做好地讲？即句嘛是迄个牛叉迄个吼。这个你得较歹听啊！来，厝体财产祖先留，子嗣后母点人斗。人心计无，哪深水明智的人唱出伊。唱，迄个唱水的唱，咱用唱。人心计无，哪深水明智的人唱出伊。人的口无注定着，人减话知路是着。阳光属伫永少年。老人摸白是体面，这个真言的话，老人的白头毛是智慧是阳光。来，人的所做自认正，主看内心兼有影。来下面这句，这个对妇人人不敬的吼。宁可家己带空野，强甲吵闹妇人徛。你捌读过这无？真言，今日互恁读过足侪真言内底话吼。宁可家己带空野，强甲吵闹妇人徛。这家己带空野，就带空野，是安怎个用妇人人做譬如？我毋知影。教养细囝着合宜，互因教老无偏离，这咱拢知影吼。听叹爸母着及时，爸母年老尊重伊，无为歹事心艰苦。歹人得意免羡慕，
下面即句嘛是咱知影吼，话合宜那金苹果，下地银拿那显宝。过来，空喙报纸无实故，哪有风云却无雨？患难瓦壳无法度，哪歹个步歹行路。即句话大家了了细字向，患难瓦壳无法度，就是你安尼做着患难的时，要去瓦壳人吼，那就那像较真困难。那什么？那歹个步，歹个咧步，啊歹咧行路安尼吼。啊来对伤心人来唱歌，亲像冬天在烫衫，北风带来是薄雨，诽谤互人变愤怒。宁可厝顶一角大，赢甲查某，赢甲走念某带看，这嘛是歹话啊！赢甲走念某带看吼，宁可带伫厝角一安尼。啊来，下面即句咱大家学起来哈。火若欠柴就会花，无人捡话三钱线。咱的箴言嘛知影，咱的人的心啦吼。啊，真侪时话就是安尼对安尼互相安尼传来传去，啊传来传去，中间佫加油添醋吼。火若欠柴就会花，无人捡话三钱线。来啊，佫有无？哦，买了。我是已经甲恁浓缩啊，啊，迄全部的我才互恁。吵闹的某哪落雨，杂杂滴滴淡糊糊，哇！这好听无？哦，这对女性足不敬的吼。啊来，哦安尼吼，我感觉是不啊来，那就是讲要即下面即句是念烟刷顶面的，那要查风挡袂调。像手落油流了了，意思就是讲，吵闹的某哪落雨，杂杂滴滴淡糊糊，啊，哪要查风挡袂调，意思是迄话拢挡袂调啦。像手落油流了了，你毋通摕这等于形容恁太太的。来，互相激励，朋友台，哪替外替变成来。智慧的人求两件，望今生活得正，远离风言甲空虚，互我无善无不如。来，使我逐日所需要，免得巴足来夸耀。啊，来最后一句，终于夸耀你信了哈。在得妇人啥人得，伊会价值胜自益。好啦，后壁这我读到，这是箴言的智慧，简洁明了，文句水，选择要句，互人想了人生的造就。毋茫读着为三思，通得利益，敬畏主。哦，有真济吼，真济路标是咱真爱学习，咱得真爱学习。所以我爱恁，就是我寄一个较完全的互恁。放伫迄落，啊，恁会当家印出来，当看要印出来，还是要家还是要拷贝拢会使。当伊呢，恁会当咧灵修的时阵，你会当常常看。有时阵呢，今仔日看即句无啥物感觉，总是搁另一个时阵，你来看即句有特别的感觉。迄是啥物？就是因为你拄着的情景无共款，啊，所以你拄着情景无共款，搁互你倒转来读即句的时阵，你会有真大的感触。所以，迄个会当诚做咱，我感觉箴言就是那种即款的路标，咧帮助咱，咱咧行人生的道路上间，常常提醒咱得爱注意。翁某的中间，朋友的中间，啊兄弟的中间，家庭内面，教会内面，我想箴言内底有真济的教训。啊，当然，伊迄个时阵也袂想到咱即个时阵时代的复杂啦。总是迄个时阵，因为有一寡基本上是人性的部分。人性的部分是相通的啦，古早时代安尼，今日时代嘛是安尼。啊，愿上帝帮助咱，毋茫咱会当对这个话得到人生的智慧，啊，得到信仰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完爸，阮感谢你，你通过真侪方法、真侪段来提醒阮、来鼓励阮、来激励阮，互阮会知阮伫安怎样拄好四正。
通行伫主你的道路的顶面。愿主你帮助阮今仔日三甲来分享箴言内底这短短的话，望即个成做阮人生生命中间的路标，常常提醒阮着爱细致，阮着爱谨慎。愿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，保守阮的教会，保守阮今日所分享，感动阮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第524首。主基督，你的担，阮着担，请去吟全首。主基督，你的担，阮着担，因为你听他，你听他，你听他，最感动的因为呀，我每一心对你行，最感动的因为呀，我每一心对你行。主基督，阮向土，互你相思，阮着听土地，听土地，听土地，和平公允满世界，照顾土地有大家，公义和平满世界，照顾土地有大家。主基督，你听他最平安，互阮通做嘛，通做嘛，通做嘛，紧紧都真为了解，基业无成到大财，望天也真为了解，基业无成到大财。主基督，我爱下你打破，把阮着三定，着三定，着三定，总共无分来我，三好三定好满满，总共无够分来我，三好三定好满满。请坐，这时请准备先来奉献。请起立。你
请来奉献的宣告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赏赐甲收回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。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。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请坐。即时，请为着以下功德事项祈祷。第一，为着信徒灵命造就心心灵；第二，为着同工服侍工课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年儿童；第四，为教会行款；第五，为教会宣教、传福音、灵命造就；第六，为教会内新家庭关怀工作代祷。请咱开声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听阮赐下恩典，予阮伫基督中甲你亲近，向你祈求，恳求真理的灵帮助阮，予阮伫基督中经历你的同在，嘛伫基督中将自我意志交伫你的面前，降服伫你，予阮看见甲明白你对阮的心意，按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予你的旨意得成。主啊，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是阮上大的福气。阮愿意献上家己，成做你的器具，予你采用。恳求你赏赐阮有智慧顺服的心，予阮伫服侍中倚靠你的圣神的带领，哪服侍哪甘甜。主啊，伫即个世间上，还有真侪人毋捌你，求你圣灵感动，搁较侪人愿意付出大家，有信心甲勇气，成做传福音的精兵。将你所赐的听分享出去，予搁较侪人归往伫你的名下。身体欠安、心神软弱兄弟，恳求你伸你医治的圣手，医治因的病痛，安慰因的心灵，使因有教育的信心，有喜乐的心，伫病痛中悠然倚靠你，予因伫患难中无惊吓，经历着主，你是赐平安的主。嘛，予因伫病痛中，因着你的疼来见证你医治的大能。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做来看周报。圣港侍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的人注意。教会消息：第一，本周六牧师甲义卖同工前往新丰教会请安募款，嘛感谢陈牧师前来分享主的话，愿主赐予伊，嘛声为着教会行款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本会青年同工治安。对昨到7月28，
前往安平教招训练，请关心大岛。第三，本会吴牧师伫7月17到7月26休年假，这段时间若有重要的代志，向大议长了、校长了联络，也是校长了会转达互牧师知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过无更正。请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，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一切，因为一切的果是由心发出。箴言4章23节。下面请毛长乐补充报告。大平安，我来补充报告。电牧师，我搁来介绍一下啦吼，还佫有其他人还佫无真办理，我佫甲电牧师介绍一下吼。伊是本身是即个昌隆中学吼，校牧老师退休的吼，即摆伫厝里吼，国教会若有欠缺，也是安那有要请伊讲道，拢会就是拢会敲电话互伊吼。咱感谢主吼，伫即个无款的时间吼，咱时时牧师无伫咧，拢会请伊来遮甲咱讲道吼。伊的太太吼，我拢无叫牧师娘啦，拢叫李老师安尼吼。因太太本身是一个音乐家啦吼，嘛是一个指挥家吼，真优秀安尼吼。我拢甲伊熟悉。即个李老师吼，你若讲有台南市有啥物特别的活动吼，拢会时时伫文化中心吼，伫遐带领合唱团伫遐咧演出安尼吼。而且安尼大概甲恁大概介绍一下。今仔日咱台中有一个咱的姊妹即个爱妮吼，转来爱妮啦吼，转来伫咱中间来拍我一个安尼吼。咱的爱妮啦，这是较早吼，较早咱教会拢青年，而且嘛伫台中吼咧做干事安尼，教会做干咧做干事。咱今仔咱的小组就暂停一届啦吼。咱今仔真侪人拢出外后去募款吼，所以减人减足侪。即个咱募款台南市募款的工作吼，台南市还佫有剩几间吼，未去吼，渐渐咧结束。若结束可能会跨县市吼，一寡去募款吼。咱今仔募款。比咱有期的，佮想象的吼，超过足济安尼吼。我本身心内是想讲，咱大家若台南市吼，差不多若无款6、7百万已经足济啊吼。但是到目前为止吼，咱敢若对外口的募款吼，已经1700几万吼，这是一个新热吼。所以咱爱感谢主啦吼。教会毋是属对一间教会的教会吼，咱教会每一间教会拢是属主的教会哦。咱互相相关心，这是最重要。其实咱募款到1100几万的，应该是拢无负责吼。是安那，还佫有一个600几万的，因为咱内面的改造吼，开了有差不多800万的中间哦，所以咱佫有一个600几万哦。所以咱当时咱若无买即间教会，是咱若万一年买啦吼。咱还佫加开1000多万哦，所以才大家报告一下哦。所以而且吼，上帝恩典，准备即间好的所在，而且互咱敬拜上帝哦。咱爱感谢主啦吼，而且补充报告，多谢各位。三甲来吟圣诗第401首，愿全能主上帝。请去吟全首，吟诗煞请地牧师祝祷。愿
但愿天父上帝恩典，主耶稣基督的平安、救赎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，甲身体病痛、心神欠安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也甲咱的教会要去继续伫建定的模管顶面的努力，这个时间祝福会当得到顺利。愿将阮每一个人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安尼祈祷，对这点到永世大保证。阿门。阿门。